欢迎收听10月28号的迦南之声，我是诗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以斯拉记8章31到36节。我在这里，我记录。弟兄姐妹，你有做记录的习惯吗？你是因为什么原因需要记录呢？有些人透过记录是在表达自己的心情，抒发他的想法跟情绪，在那字句当中，他找到了安慰，甚至找到了恩典跟感恩。上主的话语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种记录，它记录了人们容易忘记的事，以及他不愿意人忘记的美好心意。以斯拉记我们读到今天第8章，讲到了以斯拉要带领第2批回去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带领第2批以色列人要回去的这个过程，第8章用了比较多的篇幅在讲到预备。然而今天终于讲到了回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呢，是一个记录。这个记录是什么样的记录呢？就好像今天要 RPG 祷告的经文诗篇90篇12节所说的，这是一个求你教我们数算我们的年日，好使我们心有智慧的记录。还记得昨天以斯拉他带领以色列人在那里禁食祷告，他们祈求上主保守这一路上回去的历程中能够经历保护，并且他们除去了这样的一个官兵的保护，因为他们希望透过这过程见证上主的心意。我在昨天的这个主题说，我在这里，我警醒。我警醒什么呢？在今天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个记录发生了，他们在这路上还真的也有遇到一些挑战，遇到敌人或者是埋伏的人攻击。然而因着有警醒，有这样子一个留意，有这样的一个谨慎，帮助他们真的就在那个没有王势力的保护当中，他们有智慧来寻求出路，来经历平安。上主的恩典，上主对人美好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然而人的心总是容易忘记，所以今天的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幸运，透过圣经的文本，我们可以每一天来数算上主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透过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他们回去之后，他们去之前就已经有记录了，回到那里之后，也在那个地方将所带过去的这些金银财宝、圣殿的器具继续的记录上主一路的保护，我们没有损失，没有减少，我们经历恩典，我们在上主的带领中能够归荣耀给他。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随时记录什么事情呢？有些人会记录他一天发生觉得最衰的事，他常常在记录那让他觉得很想抱怨的事，他常常在记录别人对他不好的事，或者是他心中那不好的情绪。这些事情都是感觉，也可能是事实。然而诗谦牧师今天要邀请大家，我们还可以记录一件事情，记录今天上主的话语里面对你的提醒是什么？今天上主的话语里面给你的安慰是什么？在今天的一天生活当中，当我读经祷告之后，我真实经历到上主的同在是什么？当我们去记录下来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是当下，我们在未来去看过去，我们真的会说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容易忘记我们所祷告的，我们做下的约定，但主真的没有忘记。我还记得有一年，在我们的教会办了这个隔夜的我记得是受难的祷告会，通宵祷告。然后那个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发一本祷告册，不过那个祷告的场地那一天非常的暗，所以在那里写字有时候看不太到那个字。但是那一天我非常记得，我写下了一个人名，我一直为他祷告。后来这个人他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上主的恩典临到他，真的他信主受洗了。而我什么时候想起这件事呢？竟然就是在今天我准备迦南之声的时候。当时的我很迫切的很希望这个人能够信主，然而过了很多年之后，他信主受洗，但我竟然忘记我做过这个记录。不过今天再次带领我想起上主的美好心意从未改变，他愿每一个人都得救，甚至得胜。求主帮助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主，你的恩典真的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不仅是要寻求主你的恩典，我们更是要记得主你美好的心意从未改变。你带领以斯拉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你让他们对你的心志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被锻炼，使他们不仅是肉体的身体强健，更是使他们那内心属灵的体质增长。主，谢谢你，你让我们也在寻求你跟随你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经历那突破改变成长。你更是透过我们的记录，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始终对人良善，你的心意始终要人完全学习你的样式。主，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也透过今天的以斯拉记再次的邀请我们来数算我们生命中经历的恩典。或许透过我们的翻阅，开启以前的这些读经祷告的记录，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经历，再一次的来数算，再一次的来为我们曾经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些挑战跟困难，再一次来到面前来祷告。主，你是听祷告的神，你更是在祷告中调整我们，让你所应许的能够应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神。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跟信心。或许我们可以来分享我们与你同行的故事，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主，我也相信你带领以色列人们能够归回耶路撒冷，要复兴我们圣洁的敬拜跟生活。主，你也在今天再次对我们生命说，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你都能够来更新，能够让我们来回归，能够让我们来苏醒，在主你的同在，在主你爱的大能中。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使我们今天一天要来数算主你的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主让你想起你所记录的，不论你的祷告或是你所经历的恩典，他要唤回你的心，他要让你的心醒起，他要让你的心被激励，在今天他要与你来同工同行，而你愿意吗？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